我哋今日做嘅動作係仰臥直腳抬腿，我哋一齊練下力啦。呢個動作主要係針對髖關節屈肌嘅訓練，幫助管理同埋預防退化性膝關節炎。首先瞓喺脊上，一隻腳屈曲，另一隻腳伸直，將伸直嘅腳抬高到45度左右。抬起時保持腹部、臀部穩定，稍作停留，然後慢慢翻起此動作，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每邊重複動作3組。做得好，記得 keep 住做運動啦。睇埋我哋其他片 ，follow 埋我哋，咁你就可以得到最新嘅資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